提到舊屋苑或者大廈嘅安全隱患，一般人通常都會聯想到同消防或者大廈結構有關嘅問題。但其實好多舊樓或者屋苑嘅公用地方都有唔少唔起眼嘅安全隱憂，不容忽視。喺觀塘呢個39年樓齡嘅屋苑，設有2樓平台花園同兒童遊樂場，周邊有圍牆同綠化植物保護。喺平台嘅盡頭擺放咗好多屋苑管理同維修嘅雜物，由於雜物疊高，容易成為腳踏，因此曾經不幸發生意外。大概我諗係24年前到啦，個10零歲嘅細蚊仔咧，咁就喺度咧就走咗出去啦。咁就因為當時佢踩單車啊，咁佢就將個單車收起，被管理員擒咗出去，一擒原來咧下邊係斜台嚟嘅，咁啊成個跌落街啦。發生呢件不幸嘅事件啦，咁我哋就盡快睇下用啲咩方式咧係可以咧係杜絕啦。意外之後，屋苑業主立案法團決定喺事發位置加裝防護欄，但係由於資源不足，另一邊平台矮牆嘅空隙，咁多年嚟只可以用膠網作暫時遮擋。喺20年嚟係擔心仲有冇一啲位置或者有冇一啲嘅嘢做得唔夠，因為發生咗嘅咧係意外，咁但係有冇呢啲嘅情況係會出現呢？為咗改善舊區基層市民嘅居住環境，市建局自2024年開始推出樂滿安居家居安全改善計劃，除咗資助基層市民免費進行小型家居維修服務同改善家居安全措施及添置防火設備之外，更將服務範圍由室內擴展至大廈嘅公用地方，例如維修大廈後樓梯同後門位置，以消除安全隱患。喺屋苑提出申請之後，就安排工人喺平台另一邊矮牆加裝防護欄。整個工程咧就係將呢一個嘅圍欄啦，咁一陣間咧整好之後咧就會擺上去咧嗰個嘅空隙嗰度。咁啊，點解擺嗰個位置咧？主要就係希望咧嗰個位置咧就唔好俾人咧係擒入嚟啦，或者擒出去。終於防護欄安裝好啦，居民亦可以住得更安心。起碼安全啲咯，即係小朋友玩，即係起碼唔會話有機會跌落嚟啊，即係危險咯。啲小朋友都會走嚟走去啊，成日擒高擒低。你哋裝咗咧，應該係好咯。好用㗎，有圍欄係有用㗎。咁一有圍欄咧就穩陣好多。希望今次做咗呢一樣嘢啦，亦都俾大家嘅安全會提升。咁呢個都係喺度住嘅幸福嘅。